今年2月，有人喺旺角通菜街高空投擲腐蝕性液體，造成好多途人受傷。今日係我最後一日。佢哋要暗殺警務處處長啊！表面上係綁架我，背後牽涉一個大陰謀。你就有最大嘅嫌疑。圍捕行動親手拉石本添嗰個人就係。我根本冇能力可以報到仇。命運是否只會一生？我係關正。犯案手法80 match，應該係旺角嗰條友做㗎。